做兵做一冬，继续提升战力，毋来引进美军训练，实弹射击射愈侪摆。行政院施政报告指出，今年开始义务役变步兵营，配合志愿役为主的练兵力，落基地参加三军联合火力实弹操演。学者分析讲这是要缩小义务役甲志愿役的能力差距，做伙当守护国家的动力。 国城红准火箭弹精准拍到目标区，越南透过实弹射击展现训练成果。今年期义务役经过真侪项改制，行政院上新施政报告显示，今年期义务役为今年开始编做步兵营，配合志愿役为主的练兵旅，进行三军联合火力实弹测考，各叫做联用操演。 后备战力的纵深，不仅是有200万左右的后备兵力，更重要的是这200万的后备兵力是经过妥善训练，并且熟悉新式装备、新式战术，以及与志愿役组成的主战部队有合作经验、合作默契的啊。 刘伟认为，这是义务役组成的守备部队甲志愿役组成的作战部队，进入战略整合的新目标。义务役步兵营的联响，爱接受更加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，或者分析国军新型台海冲突，防卫无前后之分，国军作战到达加向攻守一体。对于解放军来说，他也会去优先会去打击这些主战部队，所以就一个我们现在的防卫来讲的话，已经不能用过去传统的防卫的方式，说守备旅往前推，然后这个主战部队往后收缩。 最后再去进行一个反击。现在的话，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攻守一体。战术距离5.5海里，有船只闯入。中共是招一边国家中国海警法14个年，成为将前期海峡内海化。中国官媒《环球时报》报道，中国海警第一摆公开伫钓鱼台集团会面，虽然敢若短短几秒，暗过中国海警船技术伫咱12海里领海范围，甲钓鱼台抗做伙也引起关心。 本在中共恐吓，各组畅水南海军号负责水下作战当中，已经完成2摆畅水。抗会秘书长吴钊燮公开海军号咧畅水的相片，形成咱维系的能力，搁行出重要一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